来继续来看苗栗白沙屯的妈祖到云林北港进香的第3天。早起一透早是为台中市看到彰化县，而且伫个彰化县政府头前的广场来停驾，吸引到一大群的信徒到场来拜拜。大家伤过热情咯，烧抢要来占位，要来软轿卡，结果队伍排无好势，一个下煞，有阿公阿嬷当下徛无在，规排拢跋倒咯。加在妈祖有保庇，大家拢平安无代志。白沙屯妈祖銮轿现的准备起驾出发，信徒赶紧冲到銮轿头前靠位，有人扶落来，有人拍好势，准备来软轿卡。不过熊青蛙伤侪人，大家拢唔知影要为倒位开始排队，拢客做伙，就有人无徛好势，互后边的人对咧跋倒。穿红色袖的阿嬷，规个人徛袂在，为后壁摔倒，护骹全火挡伫咧涂骹。阿嬷爬袂起来，工作人员看到，赶紧甲伊扶起来。白沙屯妈祖进香第3天，下午8点来到彰化县政府，銮轿冲要去广场头前，前后出一集，这就是妈祖准备要停驾信号，广场人和信徒开始尿尿上。阿妈做要停驾伫咧县府，哪会无看到县长王惠美咧？县长人咧，妈祖等7分钟才看到伊的影。早上6点就到我们的这个桥上面去接妈祖哦。那应该是妈祖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哦，今天进驻到我们彰化县政府。原来王惠美下午6点就去迎接妈祖銮轿，对咧行一段路，第一路才知影妈祖停驾伫咧县府，会真欢喜。这个是我们第一次驻驾在我们县府这边吗？应该我所知道是第一次驻驾在我们彰化县政府。县府员工来上班，知影妈祖停驾伫咧遮，拢感觉运气有够好诶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